今天在此，从藏地来朝圣的，以及最近来到此地的藏民们，许多的藏民来到这里。那有一些你们是因为本来想要去十轮金刚菩提迦耶的，但是却遇到了困难，因为现在在藏地呢非常的严谨，无论各方面受到许多的限制，所以呢导致了你们没有办法去参加十轮金刚的灌顶。那听说有许多的人是没有办法参与十轮金刚的。那因为大家聚集在此，所以我想说借此机会跟你们介绍佛法的法义。你们听得到吗？听得到吗？今天在此，我们虽然是藏人，可是我们有一个阿多的翻译，那还有一个康语的翻译。康语的翻译在哪里？在哪里？那而且还有华语的翻译哦。有没有人听华语翻译的，请举手。听华语翻译的，请举手。那还有英文翻译，不用举手了，可以放下。那还有韩语的翻译，还有越南语的翻译。所以我今天想要为你们传授愿行仪轨，也就是84000法门的最究竟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能够成佛。我来说到了84000法门的佛果位呢，之所以能够成办，最主要靠的是菩提心啊。因此，我想要给予你们愿行仪轨。首先，如同我平常所念诵般的，我都会先做佛法的介绍，因为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像雪域藏地来讲的话，佛法呢，确实遍布到所有藏地的任何个角落。虽是如此，但是我们对佛法的教义却不感兴趣，而且当有上师解释法义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兴趣，而且解释的人也不多。所以虽然有许多的僧人跑到三大寺里面去学习，花好几年的时间去学辩论，可是我们对学习的这种制度呢，并不感兴趣，觉得说只要对佛法保持一种信仰就可以了。这种的想法是不对的。如果佛法只是靠信仰就能够持续的话，那当然是另外一回事。可是佛法并不是靠信仰能够持续的。在这世界上有许多的宗教，最主要是以信仰为主。所以呢，像我们藏地里面所拥有的佛法，并非是只靠信仰能够持续的一种教义。所以藏传佛教呢，像印度来讲的话，印度曾经有过一所佛教大学，叫做纳兰陀寺，这是我们大家都已经知道的。纳兰陀寺的这一所大学不只是佛教大学，而且它也是一个印度的一个知识的泉源，主要学习的地方。之后逐渐慢慢的成为了一所佛教的大学。所以纳兰陀的
那兰陀的这些大师们，他们是透过佛法教义的诠释来去介绍佛法的。所以佛法的基础，也就是佛法的教义、佛法的宗义。因此，那兰陀寺的大师们把这个风扇关掉。因此，有关于佛法教义的部分，那兰陀寺的大师们透过反复的辩论、反复的求证、反复的观察之后，而来去决定了这一些的教义。所以在那个时候，跟当时候的外道的这些大师们互相的切磋、互相的交流，所以他们会去研究外道的教义是什么。那如果跟真理有危害的话，那他们呢会去做进一步的观察，而来去做反驳。因为如果这样的教义被我们承认的话，将会有真理的危害。所以不只是跟外道之间有互相的切磋交流以外，在内道，也就是佛教的大师们之间，也随着不同的教义的一个主张而来去进行互相的切磋，而来去破他中立自中。所以那兰陀寺的这样一个学习的精神、学习的传承，最主要都是以正理为主。所以他们所承诺的或者说主张的教义呢，都是有理有据的。所以像泰国、斯里兰卡、巴尔马等这些的地方，缅甸等地方，最主要都是以巴利语系所建立的教义为主来去学习佛法的国家。他们对佛法是有极为强烈的虔诚的信仰，是没有错的。而且佛法呢，确实也遍布了这些国家的每一个角落，尤其是戒律的这个制度或戒律的传承呢，是非常的严谨的。因为看到他们戒行的话呢，真的是值得我们去随喜的。所以以佛法来讲的话，在这些的国家呢，却是属于内外都已经成熟的一种境界、一种阶段呢。那那兰陀寺的传承却并没有办法遍布到这些的国家，因为那兰陀寺的传承最主要是依据梵语为主的，所以是以梵文语系所建立的教义。所以梵文语系所建立的教义呢，并没有遍布在巴黎传统的这些佛教国家当中。所以佛法的教义最主要的讲的是四谛16形象、37道品，这些是属于我们共同的教义。所以当我们在切磋交流的时候，讲到这些问题的话，这是属于共同的。所以这些的巴黎传统的佛教徒，我反问他们的时候，我曾经问过他们说，你们在讲四谛的时候，最重要是以理为主呢，还是以经为主？他们说是以经为主，并非是以理为主。可是以梵语传统或者是藏传佛教的这一个那兰陀寺的传承来讲的话，像释量论的第2品里面有说到了四谛16形象，而且是以广大的理由来去阐述，以多种的理由而来去建立了四谛16形象的论述的。所以那兰陀寺所留下的传承，最主要是以理由为主的传承。所以持有着那兰陀寺传承来讲的话，像是中国也是持有着那兰陀寺传承的一个佛教国家，所以他们会念诵般若经，所以在华语里面可以去唱诵心经或般若经，而且华人信徒们他们每一天都会念诵心经的。所以有许多的不同的般若经，还有龙树菩萨的著作，像是中论，已经翻成华语了、汉语了。所以在汉语汉文里面是有翻译的缘故，所以也流传到了韩国、日本等。所以这个汉传佛教呢，也遍布到这些国家。但是量学的典籍来讲的话，大量的量学典籍并没有翻译为
华文。我听说就是陈纳的这个正音门论有翻译成汉文以外，要不然的话，像是极量论、适量论，还有量定论等这些呢都没有翻译成汉文。可是我们藏文的翻译里面呢，有法身菩萨所著作的这个七量论，以及陈那菩萨的极量论等，这个都已经翻译成藏文了。以及西藏的大师们，像是萨迦本地的贡嘎典森，他也写了一个礼藏论，才玛吉德。那以及恰巴却吉森耶，然后说到了，八师狮子的狮，八师典籍等，所以最主要都是以量学为主的内容，而写下了诸多的这个著作。所以在西藏大师里面，有许多的大师们是属于量学的大师。所以在现代，佛法的教义能够以理来去建立的话，唯有藏传佛教以外，没有其他的佛教的传承了。所以我们藏传佛教的这个传承，虽然说到了归佛、归法、归僧这种的说法是跟其他的佛教的传统是一样的，可是我们在说归佛、归法、归僧的时候，最主要是以理由、以量学为依据来去说的，如同极量论里面所说的净理、成量、欲力生、大师、善事、救护者。所以在我们藏地里面所流传下来的佛法呢，确实是跟其他的佛法的传承是有不同点的，而是圆满完整的。所以我成为了流亡的这个处境已经有很多年了。那在这么多年的期间，我遇到了许多不同的专家，我遇到了外道的专家，也遇到了佛教的专家，也遇到了科学家，遇到了诸多的科学家。当我遇到他们的时候呢，量学，因为我们的量学的解释非常的严谨的缘故，所以导致我们在西藏的这些大寺院要去学习完整的一个体系的话，都需要花20年左右。所以在印度最主要是以三大寺为主。那以这些的大寺院来讲的话，像给路派的三大寺，还有萨迦也有这些的大寺院，还有尼玛派也有，给噶举派也有。那这种多年的切磋学习，像是这些大寺院的学习，最快至少也要花20年的时间来去学习大教典。所以藏传佛教的这个传承，确实是完完全全的继承了那兰陀寺的大师们的这个无垢的传承，而且我们需要花很多年的时间来去学习的这样一种体系，这样一个传承。如果认知到它的一个重要性的话，我们会随喜打从心里面的欢喜我们藏传佛教的这个文化宝物。像最近来讲的话，我去日本，我遇到了许多日本的佛教的这些专家们。日本的佛教徒们是很有信心的，可是他们对佛教的教义呢却没有大力的学习，因此我也呼吁他们要好好的去学习佛法的这个教义。他们只是按照一般的传统成为佛教徒以外，他们对学习没什么兴趣。而且我也去蒙古了，最近像蒙古来讲的话，过去确实有出现了许多的大师，但是最近在蒙古里面只有对佛法进行讨论以外，他们并没有真正认真的有系统的去学习。所以我有呼吁他们必须要有系统的去学习佛法的教义，像是大寺院的这种学习的方式班，从色类学的下品、中品、上品，在心类学之后在音类学，如此的有顺序的、有系统的来去学习，至少要有15年或20年学习的这种计划。我做此呼吁，
但是他们能不能实践呢？这我也不知道。而且他那时候气温也非常的低，有火让我能去暖和的话，我也觉得不错，所以我也不太想太逼迫他们。所以透过这样一个比较，互相的对比之后，确实藏传佛教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文化瑰宝，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现在是21世纪了，在21世纪里面，因为科学的发展非常的迅速，所以在欧洲等这些科学家们，他们并不会无条件的马上接受父母所流传下来的宗教，他们会去对父母所流传下来或祖先所流传下来的宗教呢进行观察。所以在这世界上，有一些人认为，一谈到科学的时候，好像跟宗教是背道而驰的，会有这种的看法。以西藏来讲的话，像共产党在他们的宣传里面，我也看到了，藏人们的信仰是非常虔诚的，可是这种的虔诚其实是迷信。如果科学发展的话，迷信自然会消失。他们在宣传单里面有这样写，我也自己看到过。但是最近，科学发展的最先进的国家就是美国还有欧洲。在美国，许多著名的、闻名世界的这些科学家，他们听到佛法的时候，现在我们讲的佛法指的是藏传佛教，也就说到了，藏传佛教绝非是一种迷信的宗教，而且它许多的教义的观点跟科学家是吻合的，因为他们藏传佛教的教义里面的有关心理学的部分呢，确实是非常符合科技的，符合科学的，所以藏传佛教的心理学不止不跟科学有矛盾以外，而且还可以帮助现在科学家对心理学的解释。然后有看到有些人他们已经喝完茶了，其实要先供茶才对。上面桥，旁边看的上面桥，上面桥了这些，那旁边放上，那现在才可以喝茶，你们已经喝完茶了，有些人。吃饼。你听中文哦？你也听中文吗？要听中文。你需要收音机吗？你们从成都过了，从青海过来的，请举手。从青海过来的，请举手。从甘肃过来的，请举手。甘肃过来的，请举手。云南过来的请举手。云南过来，大部分都是来自于青海的。那你知道我的家乡哪里吗？我也是青海的，是从西宁过来的。我的出生的地方离塔尔寺很近，所以我出生的地方离塔尔寺很近，跟宗大师是同乡的，宗喀巴大师是同乡的。
因此，当我们藏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想说这是祖先或父母亲所流传下来的这个佛法的传承。这个传承必须要把它视为是一个学习的对象，不应该只是父母所留下来的传承而已。因为从世界上这些著名的科学家，他们要去看藏传佛教的时候，他们不同的看法，这一点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所以具有一个大小乘圆满以及量学的这个藏传佛教的教义，值得我们去学，不只值得我们去学习以外，更是在这世界上真的具有客观知识的专家们，他们去珍惜的一个教义。我们的有如此精深、博大精深的教义，那这个的教义的依据呢，是有Gangyur 大约有100多本厚厚的书籍，以及 Dengyur 200多本厚厚的书籍。这个就是我们藏传佛教如此博大精深藏传佛教最主要的依据。所以我们不应该只是因为说 Gangyur Dengyur 非常的好，非常的加持力，而摆在佛龛作此祈祷，不应该是以这种的态度对待这个 Gangyur Dengyur 的。所以我们有能够花几十年的时间来去学习这一套有系统的教义，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对这个世界绝对会带来极大的贡献的。而且在佛教的教义里面说到了许多心理学的内容，像是我们看到心类学的话，有说到了7种心类，就说到了心事的不同类别有7种，又说到了心和心所，以及分别和非分别心、离分别心等，以及说到了已觉识，还有正量等。其实在此说到的就是心理学的内容。以前在印度，像婆罗门教来讲的话，他们也有博大精深的心理学的说法，可是之后衰退了，现在呢却没有人在讲，只有少数的一两位专家，他们会去研究的一个内容以外，并没有被普为广知啊。可是真正的好好的去诠释这方面的一个内容，只有我们藏人而已。所以当我们谈到了心理学的时候，确实能够帮助整个世界的这个心理学，确实就是掌握在我们的手上。西方有一些的专家们，心理学的专家们，当他们在研究心理学的时候，他们发现到藏传佛教里面的心理学的解释，对他们来讲有极大的帮助，他们非常的欢喜。而且这个心理学的内容对我们这个世界上是需要的，因为在这世界上物质的发展非常的先进，可是因为内心的空虚、内心的不快乐、内心的痛苦，而造成了许多的问题。所以呢，在这世界上，因为心里面的不快乐和心里面的问题，所以透过外在的药物，它只能暂时的治疗我们内心的这种忧郁而已。真正心里面的忧郁，并不是来自于外在的因缘，而是来自于内在的负面的情绪，像是贪心、嗔心，还有嫉妒，以及攀比之心，以及不懂得知足等。透过这一种的负面的情绪，而导致了内心的忧郁。所以内心的忧郁的主要的来源是来自于内在的世界的缘故，所以由内在的世界来去解决内在的因缘才对啊，而不是透过外在的药物。所以在这世界上，因为有强烈的这一种内在的不快乐、内在的忧郁，所以藏传佛教里面所说的心理学来讲的话，对这个世界是有直接的关联的，而且是有帮助的。所以现在有许多的科学家，他们也是因为如此，对藏传佛教里面的心理学
有着极大的兴趣。所以，当我们谈到了心理学的时候，藏传佛教里面所说的心理学不应该属于宗教的修行，因为这是跟我们身体的健康有关的缘故。所以，如果这方面的内容能够推广介绍到全世界的话，对全世界都会有帮助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那大约有10年前，将甘优和登优大藏经的这300多本厚厚的书籍，有关心理学的部分呢，我独立的把它列写出来，而来去写了一本书，也就说到了心所的论述。我们写了这么一本书，这个的名字呢，我叫做就是心理科学，它也是科学的一部分。一般科学像这世界来讲的话，这些科学家他们有说到了科学有分不同类别，像是物理科学等，但是属于心理的科学，到目前为止是蛮少的，但是逐渐的慢慢在增多当中。所以在我们大藏经里面所拥有的这个心理学的内容是跟我们的生活有关的，所以我将它独立出来，作为一个做成一本书，以及宗义的部分、教义的部分，像是我们在心经里面呢有说到了照见无云皆空，度一切苦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不异色，而说到了这一种的内容，也就是说色即是空，色去寻找之后找不到的，因为色去寻找之后它的自性不存在，色的自性不存在，不是色不存在，而是说到色的自性不存在。这一种的教义在科学讲里面呢，有一派的科学家说到了这些的物理去寻找之后，从任何的粒子的点上是找不到这个粒子本身的呈现。所以在纳兰陀斯的大师的著作里面，尤其是唯识派的这个著作里面，也就是说到了围城来去寻找在哪里，外境的围城在哪里，于是找不到之后，而去说到了破除外境的论述嘛，而说到了这一切都是由内心的习气成熟让我们看到以外，外境的这个围城是不存在的，这个在大教典里面是有看得到的。这个跟这个跟科学的量子物理的说法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哪怕在教义里面跟科学家的论述吻合的地方也是有很多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将大藏经里面分成心类的科学的部分以及教义的部分，那接下来剩余的部分是属于佛法修行的部分的。所以我将佛法的大藏经的内容呢分成科学、佛法科学、佛法宗义以及佛法修行三大内容。所以在藏传佛教里面跟教义有关的和科学有关的内容呢，不只对我们佛教徒有很大的帮助以外，也对于在这个世界上正在饱受心理痛苦的这些人们，因为藏传佛教的心理学里面有介绍如何解决内心痛苦的方法，所以对他们来讲也是有极大的帮助的。像是现在汉地来讲的话，对佛法有兴趣的人几乎有4亿人口，4亿人，有就400个百万的，就是4亿人。有这么个的说法，大概就是4亿的华人对佛法有兴趣的，有佛法信仰的，就是13亿人口里面有4亿人口是佛教徒，在汉地里面。所以，我相信我们藏传佛教绝对能够直接的帮助汉传的这些在汉地里面的这些4亿的佛教徒。所以我们
在藏地里面所拥有的藏传佛教，不应该只是因为是父母所留下来的一个文化瑰宝而来去留下来，而是应该把它奉献出来，让这世界都能够同样的获得利益，来去帮助70亿人口。那尤其是70亿人口里面的大约10亿人口的这个佛教徒，我相信藏传佛教绝对能够做出这方面的贡献，这是我想要跟你们分享的一段。所以介绍佛法是相当重要的。我们说要学法，好像马上就想到了生生世世，那后世呢，怕会堕落到地狱。那我们就说到了后世有恶趣和善趣，所以好像有点恐吓我们，怕我们会堕落恶趣等。应该先以4谛的内容来去介绍佛法才对。佛陀自己在鹿野苑 Varanasi 的这个地方，在一开始转法轮的时候说到了这是苦地，这是集地，这是灭地，这是道地。之后又说到了知苦断集正灭修道。之后又说到了就是4谛的自性作用还有果实的时候，说到知苦不可得知，断集不可得断等。这是我们通常都已经在大教典的时候都会说到。所以导师牟尼佛也是以4谛来去介绍佛法的。如果4谛是如此的话，那4谛的取舍是如何呢？所以说到了知苦断集来去取舍的。所以在此的痛苦并不是地狱的痛苦而已，而是要知道行苦。苦有分3种，苦、坏，还有世间的这种安乐的享受的坏苦，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乐受，就是坏苦，或者有漏的乐受呢，这是属于坏苦。那这些的基础，这些的所依，就是由业和烦恼所产生的进取运。这个进取的运体呢，称为叫行苦。所以导师牟尼佛所说的知苦，指的是要知道行苦，这在《释量论》里面有说到的。所以我们在介绍痛苦的时候，并不是让我们让我们知道地狱的痛苦，而是让我们知道行苦。但凡都是业和烦恼所操控的话，都是无自主的被业和烦恼所控制，因此我们都在行苦当中，所以它也会成为将来痛苦的诸多的所依。所以我们就要观察这个行苦是否可以被断除，要去观察了。不只是苦苦坏苦以外，行苦是否可以断除？如果这个行苦是可以逐渐被断除的话，那这个行苦到底是有因而来的，还是无因而来的，还是常因而来的？要去观察。所以这时候要去观察。观察的时候，如果从常因而有的话，那痛苦不可能改变，因为因没有改变的话，所产生的果不会改变呢。有时候有苦，有时候没苦，苦有各种各样的苦，代表呢这个因并非常性。如果因是常性的话，果必须是常性。可是我们亲眼目睹看到了不同痛苦，所以这并非是细微隐蔽分，这个是现前分。所以因此观察苦因的时候，而来去说到了极地。极地呢？极地的时候说到苦因。苦因最究竟的苦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内心未调伏的缘故而产生的苦因的。那内心的未调伏并非是心的本性，因为心的性质是为名为观的，是一种光明性。心之所以未调伏，是因为受到烦恼的控制。所以我们心会不会获得调伏的
这一个主要的心的性质跟让我们心未调伏的烦恼的性质是分开的。所以为名为观的心本身它没有开始，所以而说到了前后世的论述。像是基督教来讲的话，或回教来讲的话，他们说到我们这一生是直接由上帝创造出来的，但是或者是造物主创造出来的。但是佛教耆那派还有无神数论派等不认为有造物主。那像耆那派和无神数论派，他们说到了常依自主的我，所以没有开始。那佛教呢，不说常依自主的我，可是普多杰罗所施设的这个施设处意识的续流是没有开始的。所以调伏和不调伏，最主要是由其他的因缘让我们的心获得调伏或未调伏。所以烦恼之所以取名为烦恼，是因为这个的心事升起的时候，会让我们烦恼的缘故而取名为烦恼，让内心烦恼的缘故而取名为烦恼的。所以让内心无法调伏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烦恼。像是嗔心也会让我们的内心不调伏，但是慈心却能够让我们的内心获得调伏。所以最主要的心本身，它遇到了未调伏的因缘的时候，这个主要的心它就成为未调伏的心。当相遇到了调伏的因缘的时候，这个主要的心又会获得了调伏了。所以令内心无法调伏的这个因缘到底是什么？那这个因缘它也是来自于其他的原因吗？这样去寻找观察的时候，最终最主要以中观的论述来讲的话，当然12缘起的这个说法呢，是4部都有在说到。像是我们可以看到轮回的这个12缘起图，你知道这个你们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吗？就是轮回图啊，在大昭寺或者是寺院的前面，我们都会看到一个生死轮回图嘛，叫12缘起图。12缘起的这个图案，所以一开始有说到了5道轮回，还有6道的轮回，在这个中间，因为有什么而去轮回的呢？是由白夜和黑夜来去轮回的，所以会有白色的部分，在上半段有白色的部分，以及下半段有黑色的部分，这代表了黑夜和白夜。黑夜、白夜来自于哪里呢？在这个中间有鸡、猪、蛇，有鸡、猪、蛇这3者，所以会看到鸡、猪、蛇这3只。鸡代表贪，蛇代表嗔，猪代表吃。贪和嗔最主要是来自于吃而产生的，所以鸡还有蛇都是从猪的口而来去出现的。会看到这样一个图案，你有没有看到？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吗？所以随着业和烦恼，随着烦恼而来去造业，由业来去轮回。那怎么样生的呢？所以在最外围的时候有12个部分，就12支缘起：无明、行、识、名色、6路、触、爱、取有等6个12支缘起。那就是无明呢，是一个瞎子的模样来去呈现的，因为无明本身它是对真相的不了解，还有颠倒了解，有分不同的种类，所以无明是有盲人来去呈现的，那行呢是由这个自逃者来去呈现的。那这一种的图案是导师牟尼佛亲自交代要去画这个图案的。这并非是印度的大师之后印度的大师或西藏大师所说，而是导师牟尼佛亲自开示要画这样一个图案的。所以一切的痛苦都是来自于无明，也就是对真相的不了解。
那如果这些来自于无明的话，无明是永远都有对峙力的，因为真相永远存在的。对于真相的不了解而产生的无明了吗？只要真相在，无明的对峙力就在了。因为真相在，所以了解真相的智慧永远都可能会存在。所以，如果了解了真相的话，就能够去除对峙这种对于真相的不了解或者颠倒了解的、颠倒直取的无明了。所以，无明是可以断除的。因此，痛苦的根本是来自于无明，无明是可以断除。如果知道这样一个内容的话，由无明所产生的轮回的生老病死等过患，也会随之消除。所以这一种的轮回生死就有止境的时候，那将来我们就可能获得灭地了。灭的涅槃功德，我们是可以获得的。如果知道这样一个内容的话，我们就会知道说我的心绪当中确实可以发起解脱的功德，还有灭地的功德。那产生了这种希求心的话呢，我们就要学习无我的正见，无我正见的这个道谛。所以佛法的这个介绍，透过12缘起的这个图案来去介绍佛法，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导师牟尼佛一开始说到了四谛，那四谛里面呢，说到了无我。那这个无我的详细的内容是由第2转法轮叫无相法轮说到更详细的无我的内容。那之后后转法轮第3次的法轮，有不同的这个经典，有一派说他认为有8意识，那这个是以唯识派为主的。像是解深密经来讲，这是属于第3转法轮。那或者另一派的说法认为这是如来藏经，也就是以如来藏为主来去诠释的经典。这如来藏经为第3转法轮。而说到了就是具净的光明，在第3转法轮的时候非常明显的说到，净的光明在2转法轮无相法轮的时候已经做了决定。所以佛陀的3转法轮的主要的内容，搭配着这个3转法轮的内容来去介绍佛法是相当重要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藏地里面，我们有说到了新义和旧义。那新义的这个藏传佛教呢，随着朗达玛而消灭了。那之后旧义的佛教随着朗达玛而来去消灭了。那之后就是西藏成为4分5裂的状态。之后由阿里法王那引请阿底峡尊者到藏地，那由他来去写下了道具论。那道具论呢，在解释的时候，中顿巴说到了就是三世道的这个引导的次第。也就是三世道的引导的次第呢，像是佛法所说的经典的庄严。像是现观庄严论的话，它是现观道次第的庄严嘛？如果不知道现观道次第的话，就不会知道现观的庄严是什么了。所以同样的，如果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就是般若经的庄严的话，我们首先要了解到般若经的整体的内容是什么。所以同样的，现观道次第认知了之后，我们才可以知道说现观庄严论的内容为什么是现观庄严的意思了。所以这个下士夫、上士夫还有中士夫的这个三世道的这个次第
如果在认知了般若经的内容的情况下，再搭配三世佛的引导次第的话，才会成为庄严，这样才会更好。如果对初转法轮、次转法轮、后转法轮不了解，直接的去学习三世道的这个引导次第的话，对于教法整体的认知是很困难的。你们听得懂我说的话吗？听得懂吗？你同意我说的话吗？同意吗？我有这么强调，我在介绍佛法的时候，我觉得要先介绍佛陀的初转法轮是什么，之后二转法轮、无相法轮是什么。因为解深密经它是这么解释三转法轮，那在第三转法轮就说到了善变法轮，那这个是唯识派的说法了。所以导师牟尼佛自己随着众生不同的根器而来去根据这个下根的众生而来去说到了初转法轮，之后这些众生们变成更能够他的根器成熟了之后，再跟他讲后转法轮，再跟他讲次转法轮、二转法轮。那之后随着一些不同根器的众生，如果跟他讲诸法无有自性的话，他可能会堕落于断边，而说到了解深密经。那或者另外一派说法是后转法轮，说到了这个是如来藏经为后转法轮，这是引导到我们密教的一个善巧的。像贡汤仁波切有说到了，要引导我们的时候，要从下面的次第慢慢的引导至上。所以首先跟我们讲初转法轮，让我们的根器获得成熟，成熟之后再跟我们讲第二转法轮、次转法轮、无相法轮。那随着我们的根器更为成熟了之后，再跟我们讲能够引导到事部、行部、瑜伽部、无上瑜伽部的这个次第。那之后我们才会知道说什么为具身原始之光明，这个在无上密里面才说到的。你们在此学尼玛派的请举手，你们有学习尼玛派教典的有没有人？所以我说到了九圣嘛，世俗三圣，也就是声闻独觉菩萨，以及苦行三乘第二乌古巴 Yoga， 以及自在方便三乘马哈阿努阿蒂。所以自在方便三乘呢，就说到了如何由觉明转为道用。觉明转为道用，并不是说空正见，而是说为了将来能够成为一切骗智，能够转为一切骗智的真正的心事呢，并非是我们现有的根识，而不是跟根识相应的这一个初分的意识，也不是做梦时候的意识，也不是熟睡时候的意识，而是当我们在死亡光明现起的时候的这个最细微的意识，会转为一切骗智。所以能够转为一切骗智的心事，是这一种非常细微的具身原始光明，将此转为道用。所以瑜伽师以修行的力量，瑜伽力控制着我们初分的心气，所以叫做自在方便，就是能够自在来去方便的操控我们的心气，所以叫马哈阿努阿蒂。那透过这样一个立断法、立断顿超的方式呢，而来去将具身原始光明转为道用的。所以如果这样子前后的搭配来去学习道教典的话，我们真的会打从心里面呢来去尊敬佛陀导师牟尼佛的引导方式。就好比像是一般的教育，我们首先会根据他的一个心智的程度的不同，来去让他读幼稚园，之后在小学、中学、大学嘛。所以导师牟尼佛是这么引导我们的，真的是不可思议啊！所以龙树菩萨，你们有读过中论的请举手。中观根本慧论，有读过中观根本慧论的请举手。没有吗？中观根本慧论有看过的吗？里面说到了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应，无因，是故知无生。这句话是说什么？
总之，中观根本会论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一本会论，一本论点。所以四谛，也就是龙树菩萨所说的，这个中论的论述，在介绍的时候，也就是因为见到缘起的缘故，所以会看到痛苦，会看到极地，会看到灭地，会看到道地。所以极地灭地，苦地极地灭地道地，最主要都是透过缘起见来去让我们知道的。尤其是与灭地的这个论述，完完全全透过施设而有、无有自性的论述来去介绍的。所以透过缘起施设缘起的方式来去介绍四谛。所以在中论里面说到业烦恼灭故，名之为解脱。业烦恼非实，入空系论灭。你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吗？知道吗？不知道吗？业烦恼灭故，名之为解脱。什么叫做解脱？我们光是祈祷，我们不是在祈祷让自己获得解脱吗？让自己祈祷成佛吗？所以这个解脱，并不是说，这个有为法在第二刹那的时候自然消灭，这个叫灭地，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透过某种的对治力的产生，将某个障碍彻底的连根拔除的断除，因此而获得了灭分灭功德，这个叫做解脱。所以业烦恼灭故，名之为解脱。业来自于哪里？业来自于烦恼，烦恼来自于非实，非实是非理作意的这个非实的非理作意。这个科学家也这么说。我有认识一位科学家，他是一位老人，他大概98岁吧。他以前84岁的时候，我见过他，而且我们交流过。他说到了，当我们生气的时候，会看到这个很讨厌的这个看法吗？这个讨厌的看法里面有90%以上，他这个看法呢是内心反射出来的一种假象而已。这个跟龙树菩萨所说的业烦恼非实的说法是一模一样的。他并非是佛教徒，他也没有宗教信仰，他只是观察这些病患者之后，他做了这个科学的总结。所以业烦恼非实，在龙树菩萨中观根本会论里面所说的这句话，确实不可思议。那般若经的显义空性，由佛陀所受记的，如同第二尊佛的。那虽然世亲菩萨也说到了第二尊佛，为什么要这么给他这么好、这么赞美呢？我不是很确定。但是龙树菩萨的确是无有争议的，他却是第二尊佛。总之，在我们藏域、学域、藏地里面，透过几十年的学习，让我们去了解到佛法的基、道、果三者的论述。那以大乘来讲的话，就说基二谛，道二资粮，果二生。以无上密来讲的话，说到了基的时候呢，是说我们凡夫时候的身的状态、心的状态。所以这时候呢，就说到非常细微的心理学的内容了。总之，在我们藏地里面所拥有的佛教、藏传佛教是要反复的去学习，是相当重要的。所以要反复的去学习大教典。哪怕你已经成为老公公、老婆婆，你还是要学习这些经典，而且要咬紧牙关的去学习。以前我们认为说我们是在家人，我们不需要学习，这种的想法是落伍的想法、过时的想法，或者是女孩子不需要去学习，这是错误的。那以前说到了出家尼姑或者是尼师不需要去学习，这种想法都是过时的想法了。所以到了印度之后，我们呼吁这些的尼师们能够去学习，让他们去有20年的这种系统的去学习。所以现在已经有女葛歇了。所以在12月份的时候，我去印度南部，我会颁予这个女葛歇证书。所以你们不要有任何的想法
要不然你们认为说有女葛谢的话，哇，这个是好像就是五浊恶世的这种征兆，不要这样想啊，不要胡思乱想啊。同样的，我也呼吁了在家的男女众要反复的去学习大教典。所以对印度的，在印度里面，我反复的呼吁所有的在家男女众都要去学习。那在一些的地方，我们会刻意的组织这些在家的男女众来去学习大教典的内容。所以佛法是要透过学习来去了解的。你了解之后，反复的去思维，让内心产生决定，这个叫定解。那由这个定解反复的再去习惯串习它，而去产生正量的。所以说到了闻所生慧、思所生慧、修所生慧，那产生了这种觉受的时候，我们的内心的烦恼才会获得改变，内心才会获得调伏。光是闻所生慧不会改变内心的，思所生慧反复的思维再思维，从内心里面产生了决定，以决定的内容再反复的去习惯它、串习它。这不是一个月、2个月的事情，而是由10年、20年、30年反复的这样去串习它的话，内心才会获得改变的，知道吗？这是我想对大家表达的介绍佛法的一个内容，所以我呼吁你们要好好的去学习大教典。那今天你们来到这里，你们是广大西藏人民的一部分。我们藏人有600万、700万的藏人，所以真正广大的藏民在藏地里面，我们在流亡的这个藏民只有15万人左右，所以是少部分的。因此，在藏地里面的这些广大群众们，才是真正藏地的主人。所以，藏地的主人是你们。所以你们是属于广大藏人民的一部分，所以你们今天来到这边，确实也遇到许多的困难，而且确实也是有危险的，如同刚刚所说的，因为中国他的手段变得越来越严谨。我其实没有说到任何的分裂的想法，我说我要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中，可是他们却批评我说为分裂主义者。其实这种的批评是说谎、撒谎。藏汉的这种关系，我们以前确实就不一样，有几千年的历史。我们说到了汉地的皇帝，西藏的法王。那藏人呢？他们吃的跟我们藏人所吃的不一样。我们西藏吃的是糌粑粉，还有酥油啊，所以连习惯都不一样，语言也不一样。所以不一样的话就不一样嘛。所以我遇到许多的这些汉人的这个历史专家，以前在唐朝的时候，在许多不同朝代的时候，所以根据以前的文献，所以他说到了西藏并非中国的一部分，他们根据历史来说的。所以从唐一直到满族、清朝的这个中间，并没有真正的有力量的这个证据来去证明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而且在8、9、10世纪的时候，有说到了3大帝国，汉以及蒙以及藏3大帝国，在7、8、9世纪的时候说到3大帝国的概念。那之后由朗达玛的缘故，所以西藏最后变成4分5裂的状态，所以呢衰退了。从政治的这个诠释来讲的话，西藏大力的衰退。所以在汉字里面有说到了唐朝的这些，在唐朝文献里面呢说到了西藏是属于独立的国家。在满族或者是满清的时候，因为西藏的大师还有跟中国的皇帝互相有这种法缘的关系，所以西藏的
这些大师们去称赞表扬汉地的这个汉朝，就是汉人皇帝或者是满族皇帝为是文殊化身等，来去做大力的表扬。那由此让人可能误认为说西藏属于中国的一部分，产生了这种的误会。所以导师阿弥陀佛说，我们出家的话是要舍弃一切的这种在家相，所以穿就是红黄色的袈裟，不能穿白黑色的衣服。所以以形状来讲的话，不应该穿长袖。所以比丘来讲的话，不能穿长袖。但是被汉地的这个皇帝给了我们衣服的话，我们就会穿的有衣袖的衣服了。所以导师阿弥陀佛比较重要呢，还是皇帝比较重要？难道不是导师阿弥陀佛比较重要吗？但是导师阿弥陀佛叫我们不要穿有衣袖的衣服啊，可是皇帝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穿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藏人也有做错的地方。所以从历史来看的话，那现代的这些历史的专家们，透过了在这个新的文献里面，虽然有说到西藏中国的一部分，可是我们依据旧的这个文献来讲的话，并没有西藏为中国的一部分的这种可靠的依据。但是过去是过去了，我们需要更关注的是现在以及将来的情况。以松赞干布来讲的话，他也娶了文成公主。那以推崇德赞来讲的话，他的妈妈也是一位汉族，也是一位公主，来自汉地的公主。所以我们之前有很密切的关系。那推崇德赞以及松赞干布的时候，有时候也会打仗，有时候呢，我们有联姻的关系。那现在我们到一个新的时代了，我们需要物质的发展。如果我们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之中，对我们的物质的发展是有帮助的，这对我们是好事。而且中国在做西藏的基础发展的时候，希望他们能够在保护生态环境的情况下建立这些基础发展，而且能够让我们藏族能够保留自己的语言、文化还有宗教的信仰。如果他们允许的话，我觉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相处是没有问题的，是非常好的。因为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的物质又可以发展，而且我们有一个不共的语言、文字，以及我们的文化还有宗教，而且这个是完完全全，其实在宪法里面也说到了，我们藏人有自主的权利来去决定我们的语言文化还有宗教。我们并不是说自胜他败，我们所有的现在所努力的一切，所奋斗的一切，不是为了让自己获得胜利，他人获得失败，不是这一回事。我们并不是说分裂，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中而分裂，我们说要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中，可是我们要享受到我们应有的，而且宪法里面有的权利，也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会带来贡献帮助的藏传佛教，我们必须要自主的权利来去保留。如果能够真的做到的话，其实是双赢的状态。但是在中国里面有一些强硬派，他们这种顽固不明的这种思想，一直在批评我说为这个分裂主义者。那你们要来看我这个分裂主义者的时候，你们就会受到问题了，所以你们就有危险了。所以你们是代表着我们西藏的广大群众来到这里，所以你们真的是不辞辛劳，确实也遇到许多的困难来到这里，所以我非常的欢喜。那在过去60年间，西藏的民族
藏民族是独立出来的一个民族，我们能够捍卫我们的这个尊严，最主要都是因为我们西藏的广大群众，我们西藏广大群众基本面的这个心力来讲的话是非常强烈的，所以这也是共产党来讲的话，像扎西主席，像我认识的这些的共产党党员，他们是共产党员，可是他们对藏族的这种心力还有尊严呢是非常强烈的，藏族的认知是非常强烈的。所以无论你们的政治立场是共产党员也好或不是也好，但是你们对自己民族的这种尊严和认知的程度是非常强烈的。所以我们确实也遇到了许多的困难，而且许多寺院也被摧毁了，而且我们在家众和出家众大约有10万甚至于100万被杀害了，但是我们身为藏民族的这个心力呢，却仍然坚持着。所以你们好好的努力，像现在一样的心力，永远不要放弃。我们所谓的坚持我们的心力，并不是说要跟汉族打架，不是这一回事，而是跟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能够帮助他们。因为我们的这个藏传佛教绝对能够帮助他们的。像现在汉人的佛教徒，他们有说到，藏传佛教呢有很博大精深的这种解释来去介绍佛法的教义，但是汉传的这些大和尚们，他们只会做法会、做祈祷，他们不会解释佛法的教义。所以我在介绍佛法的时候，一直都有来自于大陆的这些佛教徒们，所以他们对佛法是非常有兴趣的。所以我们要互相的和睦的相处，我们没有办法从物质上资助他们，也没有办法做得到，但是我们可以透过文化，透过我们的宗教来去帮助他们。那他们可以对我们有物质上的以及现代教育的资源，这样的话可以获得双赢的结果。所以虽然实际上我并非是分裂主义者，可是随着中国现有的因素，却批评我是分裂主义。所以有一些中国的干部说我是妖魔，在几年前说我是妖魔。统战部的一位干部说达赖喇嘛是妖魔。所以外国的这些媒体问我的时候，他们说达赖喇嘛是妖魔。那他说你有什么想法？我说我是妖魔。你看我的头上有长角，所以我是这么做的。我说我是妖魔。那这个照片被拍到明天登在他们的版面上面。他们这样讲到底有什么意义？这代表他们的想法真的是很狭小的一种想法。真的是被无名所覆盖了而产生的想法。在这世界上，达赖喇嘛对这个世界的这个印象是什么？其实我到世界各处，大家都非常喜欢我，没有人说我是妖魔，大家都说达赖喇嘛是一位善良的一个出家人。只有中国人自己讲说他是妖魔，达赖喇嘛是妖魔以外，没有其他人讲。那其实这种说法只会让人们去嘲笑他们而已。所以你们来到这边确实也是有困难，也是有危险的。但是你们面对了这些的危险困境而来到这边，所以我要感谢你们来到这里。那看到我之后，我平常在签名的时候，我会说到了释迦比丘说法者，也是我是追随导师释迦牟尼佛的一位弟子，而且我的戒律是一切有部的戒体。所以1954年的时候，在哈萨的释迦世尊的佛像前面，我获得了比丘戒。那从此之后，哪怕来到印度，我一直都在学习大教典。所以我在这世界上遇到任何人，我都是跟他们介绍那兰陀寺大师的这些的说法，而且他们的思想。那因为我学习到这些的思想，所以我跟别人分享的就是这些的内容。
所以透过这样一种分享，我认识很多的朋友，我认识许多科学家。所以透过这种的方式，我们互相的切磋交流。所以我在这世界上，我在世界上去了不同的地方，跟他们分享我的想法。所以在我们藏地里面所拥有的，这个藏传佛教，也就是吉护论师香达达西达所创造的这个藏传佛教，具有这样一个智慧博大精深的这个教义，我们好好的去珍惜它。我相信对这个世界是有帮助的。这并非是我一个人的功德，而是我们藏民族的功德，是我们藏民族的恩惠，是我们藏民族的智慧。所以藏民族的这个智慧，所以我代表着藏民族的智慧来去跟大家分享藏民族的智慧是什么。我不是以达赖喇嘛的这个头衔到世界各地，而是因为我嘴巴会讲这些藏民族的智慧的文化而到世界各地的。所以我是代表着藏民族的文化和宗教到了不同的地方跟大家分享，而且让大家知道说藏民族的智慧的价值。所以你们不要灰心啊，你们要有藏民族的心力，这个必须要坚持。不要想说我做不到什么，我什么都做不到，不应该这样想，不应该沮丧。我们有如此丰富的不需要去低头的这种语言文化，像纳兰陀寺的这些大师们的这个量学，还有纳兰陀寺的这个教义的诠释的最好的语言工具就是藏语了。像量学来讲的话，也没有办法是以汉语来去解释的，所以以梵语来讲的话，现在是属于不普及的一种语言呢。所以普及的语言当中，能够解释纳兰陀寺的完整的教义，包括量学的这个完整的一个语言工具来讲的话，就是藏语了。所以过去的这些大医师对我们来讲真的有不共的恩惠啊，他将这个纳兰陀寺的所有的完整的教义翻成了藏文。所以你们绝对没有任何的基础让你们去灰心，让我们去心灰意冷。你们应该因为身为藏民族而感到骄傲。这种的骄傲并不是说要去杀人偷盗，不是，而是一种和平的态度来去恪守伦理道德。那接下来我要为你们传愿行仪轨。现在观想前面的导师阿牟尼佛的佛像是真正导师阿牟尼佛安住在前方。那在导师阿牟尼佛的周边有慈尊文殊等八大菩萨，以及龙树菩萨。我这边有画17班智达。以前我们说南瞻二圣六庄严嘛，有这种的说法。那但是在二圣六庄严里面没有佛护，没有轻便，也没有吉天，也没有吉护，也没有莲花戒，也没有狮子弦，这些是没有的。但是我们却学习了这些大师的论点，像是我们学佛护论点，我们也学入行论，我们也像吉护论师和莲花戒大师来讲的话，直接来到藏地的。所以我觉得这些必须要包含我们礼赞的对象，所以不应该只是南瞻二圣六庄严，所以我还加了一些大师，所以有17班智达。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汤嘎在上面，而且我也写了17班智达祈愿文。你们有看过这个祈愿文吗？你们有看过祈愿文吗？17班智达祈愿文。所以17班智达，所以在导师阿牟尼佛的周边有八大菩萨，以及龙树父子等、无着兄弟等的这个17班智达都在周边，以及大迦叶，还有目犍连，还有阿难陀，以及继承佛的法位的七尊阿罗汉都在围绕着我们前方的虚空，以及尼玛派的大师们都在前方的虚空，以及新义的噶居派的像马尔巴、弥勒日巴、冈波巴大师等传承上师都在我们的前方，或者是
大派、八小派的、噶举派的传承都在我们前方的虚空，以及萨迦派的，就是学说派还有极说派的这个传承上师都在前方，以及高当派的九欧杰阿底峡尊者，还有种顿巴等大师都在我们前方的虚空，以及格鲁派的中高巴大师、父子三尊以及传承上师都在我们的前方的虚空，以及九囊派的传承上师，也就是学习九囊六加行的九囊六加行的最主要依据就是九囊派了。你们这里有九囊派的人吗？有学习九囊教法的人吗？所以九囊六加行是九囊派的一个不共的学法，这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非常殊胜的一个学法。但是在见解来讲的话，就说到他空和自空，这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我觉得我的解读是，在密集金刚里面说到了具身原始是光明，也就是片空具身原始光明是透过了排除一空、排除二空、排除三空，排除了这些出分的意识以及该意识的坐其气而来去产生的，所以这是属于他空。因为由其他的一空、二空、三空的排斥之后而产生，所以在密集金刚里面说到了他空为具身原始光明。所以在光明本身呢，是说到了自主成立的。有一些他空者说到了具身原始光明本身是属于自主成立的。所以空性并非是自性而空，而是由暂时性而空的。所以我觉得这种的解读应该是以具身原始光明来去讲解才对。所以以具净光明来说，而不是应该是以净光明来说，因为有16空性，还有18空性、20空性，所以我说到了空空嘛。所以我说到了空性为自性空，而且涅槃空性的。所以将空性作为空义有法之后，说到了该空性。所以空性也是自空，除此以外没有其他方式。可是当我们在讲到具净光明的时候，在讲他空的时候，其实最主要所思考的这个有法呢，应该是以具身原始光明为主。具身原始光明呢，在成立和遮遣两者里面是属于成立法的。具身原始光明，你听得懂我说的吗？所以具身原始光明在成立和遮遣里面是属于成立法，它是属于心事。在萨迦派桑杰罗谢有在芒特鲁杜角州的这个文集里面也有，以及天间的这个文集里面，他们的说法是有点不一样。芒特鲁杜角州说到了所以有两种不同说法。一派呢说到具身原始光明呢是属于圣义地和世俗地里面的圣义地，有一派说到的是属于世俗地，世俗地里面的这个心法。所以随着他们的这个觉受的不同而来说到不同的解读。但是我的解读是在成立法和遮遣法里面是属于成立法，那这个呢是无有自性的。那这种最细微的光明是因为排除了出分的心气的流转才有办法产生，而说到了他空。所以在十轮经文里面说到了空身大手印嘛，也就是空身的空字呢，就是排除了出分的心气，而说到了空身大手印。所以说他空论的这些九那派的大师也在前面，所以在前面具有圆满的资粮田。那如此的观想之后，以七支供养来去集资进藏，一起念诵。求助节的呢推送来到他们这了。
大学的没到上班，上班上班上，10年上的修过就上，还没上上就上，然后在那面学过来的，那么上到去修上，千万不能有什么，别人学过来，后面说问题，讲完在那面学过来的，在那面，在那面那样，上过学了这边都到教完过来，上学学过，就像现在中国方面的流浪那种这些。这个大学这个机器个，这个现在那个说是出去教，这个关键是大家能到好上，要根据上班方面，这个根据就是大了，他们根据就是什么，像就是什么3年跑车年，我们这个大学看起来，后来那个后来年的刚就得到了，我跟老板讲的，等莫着就说我，结束一让国信说我，给我军事大业其实，他们就早被讲出去了哦。这一上观想了自良田之后，透过7支供养来去集资进账，这已经结束了。愿行仪轨呢，有不同的仪轨文，像是菩萨地论里面，菩萨地论的这个，戒律品里面有说到了这个仪轨文，有这种的做法，或者是路行论，透过第2品还有第3品的这个念诵来去获得愿行仪轨文，以及龙树菩萨的宝曼论。来去受这个愿行仪轨文，所以有不同的仪轨文。那今天我们是以普遍，大家都已经知道，就是诸佛正法种种尊，这每一个人都会念嘛，每一个人都会念，诸佛正法种种尊嘛，透过这样一个仪轨文来去念诵。那平常我们在念诵诸佛正法种种尊的时候，尽可能的去思维菩提心，还有发起这颗愿心，这样会有帮助的。所以诸佛正法种种尊，直至菩提我皈依，在此说到皈依。在几年前，我在拉达，也就拉达的一个地方，那他们叫我过去，于是我介绍了佛法，跟他们讲解佛法的教义。所以我在介绍诸佛正法种种尊的时候，我就问他们说：“你们背下这一句话的，请举手。”那大家都已经举手，大家都背下来。于是我就问说：“你们知道这个寄送文的内容，请举手。”于是没有人举手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念诵诸佛正法种种尊，可是却不知道内容。那会有一些人可能会知道，有些人不知道，所以我想要跟你们讲解什么叫诸佛正法种种尊，直至菩提我皈依。在此这2句话说的是皈依。像基督教、回教以及婆罗门教等，他们皈依的对象呢是造物主，因为他们把身心都交付给造物主了。但是佛教的皈依呢是讲3宝，皈依的对象有3者，为什么呢？在月称菩萨的这个七十空性论的解释里面说到了，是佛法生3者，求脱者依处，也就是说，我们为了能够获得解脱涅槃的话，那皈依的对象呢就3者。解脱，像外道来讲，耆那派他们也有说到，他们虽然不承认有造物主，可是他们说到解脱处。像耆那派他们说，什么叫解脱呢？解脱如同反着的白色
雨伞般的这样一个净土，到了那个净土之后叫做解脱。可是佛教的解脱并不是这么说的，佛教的解脱是说在内心里面，我们内心的这个内绪尽除了一切业和烦恼，透过了对治力的产生，尽除一切的烦恼，彻底的断除，连根拔除断除，这个叫做解脱。所以是由心的空性来去说到了解脱的。所以我们真正要皈依的对象呢，是内心的解脱、灭地，以及承办灭地的这个方法，到底这是真正我们要去皈依的对象，所以叫正皈依法宝。那佛陀跟我们讲解这个灭地是什么，到底是什么，所以以导师的方式为我们讲解。所以呢，所说到了诸佛，诸佛说到了罪莫能洗涤，所以佛说罪莫能洗涤，佛手无能取众苦，佛证无能转他人，唯证法地得解脱嘛。所以佛陀说到了你们的痛苦，我没办法用手取有，而且你们的痛苦没办法用水来去洗涤，而且佛陀的正量没有办法像礼物一样给予我们，所以佛陀怎么救我们的呢？唯是法地得解脱，也就是痛苦最主要来自于对真相的不了解的无明而产生的。所以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无明，因为对真相的不了解而产生痛苦的这个无明到底是怎么来的？
半夜等。色半，空即是我，我不异空，空不异我，所以同样的也可以用在我身上。四解脱门的这种说法，也可以用在我的身上。我呢，并非我们看到般的如此的独立自主。其实看到我，是因为透过我的身体间接的看到我，因为看到了我的运体，而来去施设我是什么。在宝曼论里面说到了。在中论里面说到，乃至有运之，而实有我执。在宝曼论里面也说到了：是夫非地水，非火风即空，非是非一切，何者是是夫？是夫六界合，故非有实有。如是一一界，何故亦非有？所以运体我普多杰罗是地水火风等这个六界合之后而施设而有的，因为六界合而有而去施设。除此以外，我并非是我的色运，也并非我的受运，也并非我的想运，并非我的行运，也并非我的事运，而且这个的合体也并非我。除此以外也没有我。所以是夫非地水，非火风即空，非是非一切，何者是是夫？那是夫是什么呢？难道是夫不存在吗？也不是，是夫是存在的。是夫六界合，故非有实有。所以所谓的是夫或者是我普多杰罗来讲的话，是因为六界聚合而施设而有。除此以外，是夫并非地，是夫也并非水，并非火。所以如是一一界，何故亦非是？所以地界、水界、火界、风界、空界等去寻找之后也是找不到的。从地界的这个围城去寻找之后也找不到了，同样的水界去寻找之后也找不到了。这科学家也是这么说的。所以这个六界它都是一个聚合之后而来去施设而有，除此以外去寻找之后是找不到的。所以我的施设处运体去寻找之后也是找不到的。那施设处找不到的话，由此而施设的我施设法更找不到了。所以宝曼论里面说到了：色体为名故，虚空亦为名。无大何有色，故为名亦无。所以名法去寻找之后找不到，有为法去寻找之后找不到的话，无为法去寻找之后也是找不到的。那有为无为不含摄的法也是不存在的。所以名法不存在的话，名也不会存在啊。所以色体为名故，虚空亦为名。无大何有色，故为名亦无。所以这样去寻找之后，真的没有任何一个点可以被我们所抓到啊。宗大师在三足要道里面呢，有说到，
也就是有相，缘起和性空能够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圆满正见了。这时候有相会除有边，无相而除无边。所以拿着这个中观的一个利器，来去断除一切实之所依，实之所依彻底的断除，在这样一个完全遮挡自相的一个空性当中，才会会意空性。那这一种的空性是以由缘起的理由而受到了无有自性，不光是以离异的正因来去破除自性而已，而是如同刚刚所说的，像是破有无声音，不只是破有无声音，或者是离异的正因，或者是金刚眩音，而是说生死等都是存在的，生灭等都是存在的。可是生灭等的存在是为名施设而有而已。像路中，你们有背路中论吗？背路中论的人请举手。没有吗？没有人背吗？你们有人背路中论吗？你们有人背路中论吗？路中论里面有说到了，虽以七相推求彼，真实世间皆非有。所以这一切都在为名是施设而有，当下而存在的。在般若2万颂里面也有，般若8千颂里面有这么说，去寻找之后是找不到的，但是在名言上是存在的，有是有的，可是寻找之后的结论是什么呢？无奈的为名是施设而有而已，这个是要去思维的一点。所以当我们在讲我的时候，我是找不到的。所以直至菩提我归的我，去寻找之后找不到，只有一个为名为是施设而有的我而已。达沙牟尼佛去寻找之后找不到的，如同中论里面所说的，非因不离因，此彼不相在，如来不因，如来不有因，何处有如来？所以我们皈依的对象的如来呢，也是为名是施设而有的，也是抽象化而有的。所以以皈依者的我来讲的话，像我这个来自心灵的我来讲的话，像我阿姆多人的这个阿姆多去寻找之后，阿姆多人去寻找之后找不到的。所以直至菩提我皈依，讲到我的时候要这样想，还有我以布施等资粮也这样去想的话，就能够涵盖智慧资粮。要这样想哦。大乘的不共皈依，透过大乘不共皈依为基础，那之后好好的去思维，我这一世好不容易获得了人生，能够直遇的佛法，而且能够听闻到这么深奥的密咒金刚乘的内容，具有这样一个机缘，良好的机缘，所以我要让我的人生活得有意义。那这个意义就是菩提心，以智慧辅助的情况下所生的菩提心。所以我这次花了极大的努力来到了印度，来遇到了达赖分裂者。虽然你们虽然无论别人怎么批评我是分裂者也好，总之我说的是达沙牟尼佛所讲的无垢的、无有污染的清净的教法。所以在达沙牟尼佛的这个资粮天前，我要好好的承诺并且守这一颗菩提心，请跪着或者是蹲着。如果不方便的话没有关系。如果不方便的话没有关系。
前面观想有真正导师的牟尼佛，以及龙树父子，有说到了屈檀大圣主怜悯说是法，悉断一切见，我今悉受礼。以及龙树菩萨的中论的礼赞文里面说，不生亦不灭，不长亦不断，不一亦不一，不来亦不出，能说十缘，善灭诸心路，我悉受礼佛，诸说中第一。如同这些寄送文所说般的，能够自在的宣说缘起见的导师，而且在21世纪，确实连科学家都觉得非常惊奇的这种论述，这种的自在的宣说者的导师就在我们的前面。那导师如同导师为了我们升起了菩提心而获得一切功德般，我也要升起菩提心，永远不放弃这一颗心，为利一切有情众生，我要成就无上菩提，随而许下承诺。请跟随着念：三界却党错己错那么了，常住八度当年教授切，大地经受界别错那么的。卓拉喷切三界主波说，第一次念完了，第二次。三界却党错己错那么了，常住八度当年教授切，大地经受界别错那么的。卓拉喷切三界主波说。在念完第三次卓拉喷切三界主波秀的时候呢，观想十方诸佛为我们的证人，在他们的佐证之下，在他们见证之下，我为利益一切有情众生，我一定要成就无上菩提。那这个承诺，我要非常的坚定。如果能够做到的话，那所升起的这一颗愿心，我永远不会放弃。许下这样一个承诺，这会有很大的利益。三界却党错己错那么了，常住八度当年教授切，大地经受界别错那么的。卓拉喷切三界主波说，常住深处仁波切，马界巴那么界就接，界巴娘巴没巴样，国内公都派我说。能够念这句话也不错。大的先给东也大，养到结尾嘛些呢？三界你的没住进，可那么样的话没？대외 경연군세베常住审计大学呢？대내 대화 좋아라，甚至数十기록 교， 지시 남한 내 바당， 좋아 지시 내 교바。 这是大家内疚呢，作为东野社而说。接下来升起欢喜心，天对大彻特不语，米是吧来巴托，天灵三界人数界，三界色数他就多，他呢大概今年讲，人当准备来咱们的，专门准备人的了。녀발 민주 대달차， 请坐下。导师牟尼佛在我们的前方，那从他的胸部当中放出了咒轮，哦牟尼牟尼玛哈牟尼说哈，那现起了咒轮，进入到弟子的，从弟子的口道，进入到弟子的胸部，获得了加持。哦牟尼牟尼，玛哈牟尼说哈，哦牟尼牟尼，玛哈牟尼说哈，哦牟尼牟尼，玛哈牟尼说哈。以及八菩萨里面的观世音，从他的胸部献起了6字明咒的咒轮，
以光明的方式进入到弟子的胸部，获得了观世音的圣域的一切的加持，尤其是菩提心、大悲心等的这个正量，能够让我们获得快速的获得，而且能够获得真上。作此观想后，请跟随着念六字大明咒。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八大菩萨里面的文殊的胸部，也就是三世诸佛的智慧所现，从他的胸部放出了光芒的咒轮。Om Arabazanadi 的咒轮。那以光明的方式从弟子的口道进入到胸部，那获得了智慧本尊文殊师利的所有的加持，让我们的智慧能够获得真上。作此观想的同时，请跟随着念阿拉巴扎。Om Arabazanadi Om Arabazanadi Om Arabazanadi。八大菩萨里面的，虽然在里面没有，但是观想有度母，也在前方的虚空，绿度母。在他的度母的胸部有10字咒轮 ，Om Dari Dudari Dure Soha， 转为光明，从弟子的口道融入到弟子的胸部。度母是事业的本尊。为了能够获得一切遍智，我们要获得这个人生的工具嘛。为了能够使我们这个工具能够长久注视，没有障碍，所以，承办一切遍智的这个工具，能够获得更多的顺缘，那最终能够让我们获得一切遍智，所以获得了度母一切的加持，而跟随着念。Om Dare Dudare Dure Soha。Om Dare Dudare Dure Soha。Om Dare Dudare Dure Soha。那这以上已经结束了我们这一次的法缘。天魔堂更多声波这样的心的得到更多接受，得到他们这就是下边给我他们这，我看了超多妈妈打进去，确实。